后来过来带幼囡仔出门，一定都爱跟好条。台中有一对少年翁仔某，带3个囡仔到彰化溪湖的汤厂去佚佗。讲突然间有一个生分的小家人仔活过来，甲伊一岁大的细汉查囝抱起来就要走。这妈妈惊一个赶紧冲过，甲查囝抢倒来。这个对方看代志来出破，马上挖头行入去人群，啊，就无看人咯。这对少年翁仔某是惊甲心惊胆吓，加在反应紧，马上甲囡仔抢倒来，讲已经来报警咯，要甲这个共偷抱囡仔的小家人仔甲找出来，要问伊到底是想要创啥？有，他是要把小孩抱走。画面中一位穿乌衫的查某人，行到一岁外囡仔的身躯边，甲伊讲话，熊熊甲伊摸起来向外口行，行到查某囡仔的妈妈赶紧甲囡仔抢转来。对，在那边的，对。地点就对彰化的溪湖汤厂，当时有真侪人，爸爸妈妈带3位囡仔和大家出来佚佗。无熟悉画面当中穿乌衫的负责人，伊煞甲囡仔摸走。人家父母如果不愿意，你应该就要赶快主动把小孩子还人家嘛。他不是就是抱着，然后是有点这样子，稍微有点大力要把小孩子接回来，然后他才放手，因为他可能知道说我们这边是还有其他的大人在这样。好佳在规家伙仔有发现查某囡仔妈妈赶紧甲囡仔抢转来，迄位无熟悉负责人嘛赶紧离开，就无顾看到伊。爸爸妈妈拢讲去嘛真惊吓，若是囡仔真正互摸走是要安怎？过工伊嘛到警察局备案嘛上网铺文提醒大家爱识字。就有派员积极到糖厂的周边调阅相关的监视器，来查这个涉案人。警方讲，安尼行为已经是犯强制妨碍自由的罪行，会用监视器追查偷摸囡仔的乌衫负责人，请伊到案说明。嘛提醒家长带囡仔出门，一定要甲囡仔看好，避免发生囡仔互青分人带走的意外。